天气状况，今仔日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透早较凉冷，上低温伫个苗栗的西湖只有10°C。明仔载开始，随着东北季风减弱，温度会豆豆回转来。 这一波东北季风呢，预计呢就是影响到今天这2天呢，白天的气温是稍微比较偏低一些的。我们以台北北台湾这边的气温的趋势是红色这条线，就可以看到这2天在比较偏凉冷空气的影响之下，整天感受上面稍微比较偏凉一些。到了明天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呢，整体的气温不管是清晨的低温或是白天的高温都是会回升的。 为今仔日开始，一直到礼拜日，天气算稳定。今仔日北台湾偏凉，低温大约是18、9度，日时的高温会当来到22、23度。若中南部日时是25度到27度，暗时落降到剩14度到18度。所以咱中南部的乡亲爱特别注意，日夜温差真大。